即马10月这鸡仔应该当咧大出，也毋过呢，今年就是因为中南部做风台，这鸡仔产量是剩2到3成尔，嘛，互这新埔真出名的气粿受到影响。头家是来指出讲，较早即阵仔呢，拢爱找人来斗下皮，也搁有拍气粿，也毋过今年骹手是颠倒较灵，大家做2工，搁会当休3工，实在是真无奈。金黄色鸡仔拍在架仔顶，吸引袂少游客专工来翕相。囡仔食了嘛，学了好食。不过今年拍气粿场面，甲过去比起来实在差真多。主要是因为进前中南部受风台关系，鸡仔产量减少，嘛影响到气粿数量。好像比往年还少，因为不晓得是我们太早来还是怎样，觉得今年的那个产季好像店家也有说那个产量比较少。就是之前有来过，然后觉得拍照蛮好看的，之前后面都会有啊，然后旁边那边也都有，就会整个摆满这样，就是比较少一点。新德地区因有高港风，后新埔当地气粿加工业特别出名。头家讲过去这时阵对农民迄边，逐工会当收我3000斤的鸡仔，即马变做1礼拜干那来2000斤。往年的话，他们是会像现在的时候，他每天都会进来3000斤啦。哦，今年的话变成说1个礼拜只来1次，才2000斤而已，所以量变成非常非常的少。天气很好，但很可惜就是没有柿子可以做。因为今年气粿产量减少，嘛后今年的价格对一盒12粒气粿140块，去到一盒150块。民众今年想要接到气粿，恐惊要加开一寡钱啊。记者狄君豪，新潮报道。